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宜家楊師奶。今次同大家講批工簽前後3樣必做嘅事。上條片講咗漫長10個月去等 work permit， 有時真係冇消息即係好消息，起碼好彩冇被拒簽。唔明白跟足個遊戲規則去做都咁多阻滯，救生艇就好似越飄越遠咁，唔知幾時先至可以上岸。究竟有乜嘢要注意？邊3樣嘢係必做？而 Stream A B 係咪一樣要做呢？我哋一齊去片睇下啦。我哋嘅順序係：第一 MSP 醫療服務計劃，第2係車牌，第3係先工卡。首先係 MSP， 上返加拿大嘅官網，喺 Manage Account 嗰度 update 返 status。Stream A 嘅同學仔月費75蚊就交到我哋嘅學簽到期月份，而楊師奶嘅 SP 就係2022年嘅5月去到2024年嘅5月，但係2月畢業，所以就要交多3個月啦。可以上網申請 MSP 嘅續期，每次需時21個工作天，即係大概1個月度，而每次係可以延長6個月。會寄信通知你新嘅有效日期。因為我6個月都未批工簽，所以就要第2次續期，但係又唔知道應該點做。結果咧就直接打電話去 MSP 嗰度查詢同埋申請，同時咧係可以要求廣東話翻譯，我自己就覺得比較安心啲。由於我唔記得咗要21個工作天，所以第2次申請嘅時候中間係有空窗期。不過 MSP 嘅職員就答有需要係可以留起啲收據，之後 claim 翻啲醫療支出，所以一定要預留時間申請，尤其係需要長時間食藥或者有其他醫療服務需求，咁就要特別注意啦。不論係行 Stream A 或者 Stream B 嘅朋友，喺收到新嘅工簽正本之後呢，都要再上 MSP 嘅網站更新資料 ，upload 翻所需嘅文件，之後就會分別寄出一封新嘅有效日期信件同埋一張新嘅醫療卡。不過 PHN 嘅 number 係唔會變，而有效期同新嘅工簽日期一樣。我就大概5星期就收到新卡啦。第2樣係續車牌，呢個係比較 optional， 車牌可以續5年期，而有效日期就跟生日日期一樣，所以每個人都唔同。不過上金先惠，成為75個大洋。由於仲未收到新嘅工簽，所以只會發出臨時嘅車牌，即係黃紙，有效日期係90日。記得帶齊所需嘅文件。另外，一定要預早上 GC Key Account 嗰度 print 定張有顯示打印日期 Application Status 俾 ICBC 嘅職員睇，你仲未收到工簽。到收到新嘅工簽之後呢，又要再預約去 ICBC 嗰度影相，佢會郵寄翻個新車牌俾你，大約2星期就收到。搞掂個車牌，最後就輪到先工卡啦。收到新工簽之後，就上官網度 update 翻資料，可以選擇 digital 或者郵寄。digital 需時5個工作天，而郵寄咧就需時10個工作天。我就揀咗 digital。最後收到嘅版本同第1次版本有少少唔同，不過先 number 係不變，有效日期同新嘅工簽一樣。有工返就記得要交俾 HR 啦。我哋嘅續期次數係 MSP 同車牌各3次，先只需1次。完成以上2至3項嘅事情，終於可以暫時鬆口氣。不過唔好熄機住啊！趁好天，跟楊師奶出去欣賞下櫻花先。希望大選之後陸續有好消息，祝願各位順利攞到 PR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